台灣高雄快閃3日遊。呢個地方呢，就係我住喺星高軒嘅窗口望出去。今日呢，就要離開高雄，咁到達機場準備登機。咁喺登機口裏邊呢，就好多客人呢已經喺度等候中。咁就去呢個機場嘅貴賓 lounge 裏邊呢，休息一下，食一啲小食。哇！裏邊呢包羅萬有，乜嘢菜式都有，仲有呢酒水啊、雪糕啊、甜品啊，全部呢都包括埋個費用裏邊嘅。咁費用幾多錢呢？係150蚊3個鐘頭。大家有機會去到出去玩呢，喺機場等候呢，使用貴賓室休息下，花少少錢係好值得嘅。咁食完嘢之後呢，咁我呢就準備去登機。咁喺個發現裏邊呢，有一個地方叫心靈廣場，裏邊係有啲咩嘢㗎？我去好多地方，好多國家都冇見過，好好奇。原來呢度有禱告室。雖然面積唔係好大，但係足夠㗎啦。仲有一個禱告室，呢個係中國式佛教嘅，好好嚇，非常好啊！咁另外仲有一間呢，就係回教嘅噃，小靜室。有分男同女嘅，非常特別啊！